2026年 AI 會唔會取代你嘅工作？答案唔係喺個技術，而係你有冇掌握呢一個人性密碼。睇住 AI 啦，而家咧好似好驚人咁樣去發展，而取代緊嘅一啲客服啊、會計啊，甚至設計嘅工作。你有冇都曾經咧會驚過，我嘅角色會唔會係可有可無呢？你會懷疑你嘅核心競爭力喺邊度？你會唔會每一次開會或者對住客戶嘅時候都好怕表達自己呢？其實咧 AI 能夠取代嘅係技術啦，但係永遠冇辦法複製嘅係我哋嘅人性。你嘅創造力啊、情感智慧、溝通嘅能力咧，正正係你最獨特嘅優勢。而全球咧500強嘅企業咧，早已經掌握呢一個秘密㗎喎。嚟緊咧，我有個限時嘅免費工作坊，能夠解鎖你咧冇辦法取代嘅職場競爭力。喺工作坊入邊，能夠揾到你嘅人性優勢地圖，打造 AI 時代唔可以缺嘅職場定位。快啲報名啦，名額好有限，希望喺工作坊度見到你啊！